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楚有心。27秒，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风台克罗萨形成，海面有3粒风台，预估讲袂入来到咱台湾。屏东东港长大楼已经淹水3天。台中有民众去公园买烘鸭，食了身体所无爽快，受害者要求店头家爱负责任。观众朋友，风台环视各家地杂草接线架起来，也拄则气象署发布上新的消息，佮有一粒风台克罗萨已经形成。即卖咱海面有3粒风台，毋过预估讲因未入来到咱台湾。也即个克罗萨呢，未来会对日本东南边的海面来刷叮当，离咱台湾真远，对咱的天气袂有直接的影响。也环视各家地杂草，即2粒风台呢，今日下暗到拜6会上届接近咱台湾。4个全台湾拢会落大水雨，也爱到后礼拜3雨才会较歇。台风第7号台风目前的位置在这里哦，那它未来持续向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在25号早上8点的时候会来到台湾的东北侧这个地方的近海。另外，在竹节草台风的部分的话，它是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动，预估它也可能在25号通过吕宋岛北边的陆地或近海的时候，持续向东北移动的过程，强度也会持续的减弱。第7和第8号风台环视各含着杂草小连续形成，另外气象署嘛指出，原本伫关岛附近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嘛已经成做第9号风台克罗萨。这3粒风台当中，环视各离台湾较近，外围环流伫拜4到礼拜拢会电视北部含中南部的雨水较高。我们预估在今天的晚上到26号清晨这段时间，因为受到范斯高台风，或者是它到时候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在西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此外，在北部地区可能要注意会有短延时豪雨的情形。气象署嘛提醒讲，到礼拜进前，中部以北沿海空旷所在和恒春半岛外岛开透强阵风。另外，因为今麦拄当天文大楼，气象署指出，花莲、台东和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海水冻结。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的情况，满潮的时间点都要注意这种沿海地区积淹水的情形。气象署表示，环视各和地杂草2粒风台拢未入来台湾，主要是外围云系会带来雨水，但是发布风台警报的几率无悬。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若是要去琉球和菲律宾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丁阿轩、卢尚、卢夏桂林台北报道。好，即马去拄到天文大楼，是去影响到海水倒急。屏东东港东定里这边呢，淹水就是已经淹3天，今仔日天也袂光，这海水呢就规个淹过来。上悬哦，这个水是有淹到卡腿道。车驶过拢是水手，民众出入拢爱打水行。这是屏东东港东经里的大路，海水已经倒流淹起来的第3天。对7月22，每天透早天也袂光，东经里就开始淹。二是积水大约15公分左右，差不多到脚后倒悬。刚悬过一天，当地居民参里长拢感觉足无奈。拢差不多安尼啊。我明仔日看我车鱼啊。好，我正常轻啊，我规拢钓啊。安尼袂使驶啊，我嘛袂使骑。这件是这个月的上严重的一件，因咧啦，因甲一个关渡车驶过，水从跌入去内底，甚至今仔佫有因家讲对厝内入去。里长讲，今仔日积水比昨更较严重，东港电工所联合办公大楼头前的大路拢淹，上严重的准头路、参大兴路口，水拢有到脚后倒。虽然电工所抽水机透早就开落，不过抽水的速度嘛袂赴淹起来海水。中央气象署预估，刷落来2天，阁是8楼的观点。预估26的时间点会较慢，到透早6点半至8点外较倒流。拄好是出门上班的时间，提醒民众驶车、骑车要注意安全。那只要海水一上涨，那我们立刻启动抽排的作业，让淹水的时间与面积减少到最低，也就是防堵抽排跟垫高，来系统性的解决东港沿海地区每逢大潮容易移淹的问题。屏东县府水利处水退了后，嘛有派人到现场了解。因表示，县府除了推动水洞早起来、抽水、甲路面铺悬的3种改善方法以外，嘛会向中央争取治水的经费。里长讲，希望县府会当提升改善的速度，让当地居民会使早日结束拄到大漏水就要淹水的噩梦。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台东这边嘛是落大雨传出灾情，关山这边呢芳瓜田浸水，上万粒的芳瓜是拢害去。也县府初步调查哦，这关山唔那芳瓜也有万当地的鱼啊是因死，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县府表示讲呢，会继续统计损失来做这个补助的评估。伫关山镇碧南溪这搭，农民拔田来种面积比价的洋芳瓜，不过22小连续落大水雨，未采收的洋芳瓜泡水泡到烂去，原底农民按算会当有200多万的收入，即马全部乌有去，只有是勉强采收酒量较完整的芳瓜减一损失。按不采，等到他再来10几天来看灾，这个瓜也全部烂光光，那我们损失更惨重。有一户洋香瓜的这个农友的部分呢，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灾损，那这个相关的速报也已经提报到县府这边，那县府会尽快的与相关单位来去共同的会勘。县府这几天初步调查，各有部分大雨期间无法度受训的大白石溪，也可能会有因地性的灾害发生，请农民爱注意。另外，伫万东稻仔鱼仔部分，关山镇公所已经通报鱼仔受损，农业部也公告关山镇鱼仔灾情达到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不过，即马台东市甲碧南乡的产地，农民也买袂到鱼仔，因为鱼仔场的鱼仔也受灾，可能要到9月才有鱼仔会当捕稻仔。秧苗泡水泡太久都坏掉了。如果有其他乡镇的这个秧苗场的部分，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灾情，请尽速的呢向所在地的公所这边来去做反映。县府提醒农民，大水好了后要注意农作物生长的情形，若是发现因地性的灾害，要记录保存证据，才可向各乡镇市公所提报勘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花莲这嘛因为风台河市区来淹水，公所去查所发现讲哦，排水沟啊去互土沙塌掉咧，怀疑是附近的工地那边出来的，目前相关的责任也过来厘清。原本就是一般的水沟啊塌掉，清洁队员驶来个压井司机想要疏通，也毋过拍开罐，才发现内底规个拢是沙石啊，管道已经伫要满到大路，无管落雨水拢排袂出去。以前不会，最近稍微大一点就会了。机车停的都是水啊！已经登记的沙石啊，爱靠清洁队员摕铁锅啊杠，佮用山挑污，数量真惊人，无怪无法度排水。另外，这个沙石啊是为倒位来？清洁队员怀疑是这咧起厝的时，施工人员冲洗沙石啊的时，同齐流入水沟啊。其实，假如说建商或者自建人就是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泥沙啦，或者把一些水泥的东西流到我们排水沟这边来的话，那直接排到排水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是可以按照废弃物清理法来裁罚。那裁罚金额是1200到6000。不过附近居民表示，这当咧起的厝有几啊栋，恐惊无法度判定是倒一个工地所造成。对此，清洁队强调，建筑工地原本就有规定，袂当将沙石啊随水流入水沟啊，建商爱定时检查清理，会赔偿相关责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自风台是互嘉义市买3万樟树啊倒去，有100年历史的嘉义公园，到当时也未整理好势。树木医学会就邀请日本的树医生来做检查，看树啊受伤的状况。测试用最基本的测试，这样刺下去，大概25公分，超过一半了啊！所以当我们腐朽面积超过一半，这棵树就是砍掉。检查因为风台受伤的树啊，了解树啊倒去的原因。来自日本甲台湾树木医学协会树医生甲学者，专工来到嘉义市100年历史的嘉义公园勘查，要针对公园内底树啊受损的原因甲状况，提供续落来树啊保养甲护原的建议。伊讲这回风台甲一般的风台无共，伊只有感觉明光拢迄种感觉。建议就是根啦，有生长空间。足侪树啊，遐大丛树啊，应该袂倒的。啊，看来倒来，就是因为根无法度定侵落。这个风台造成嘉义市将近3万丛的树啊倒去。市政府除了邀请日本的树医生替树啊做体检以外，嘛希望学习日本对树啊防灾的经验。日本的树医生讲，除了爱有所在让树根来生长，树啊的选定嘛真重要。在树木的选择上，可能需要选择一些抗风性比较好的树木，像苦楝树啊、樟树啊，或者是茄冬这种，尽量避免那个豆科的或者是黑板树的这个部分。树木医学协会嘛指出，公园目前有一寡树啊破病，佮因为风台来受伤，考虑到民众的安全，嘛应该爱来清除。嘉义市公园管理科表示，会参考树医生的建议来做处理，
目前清除的工作已经完成65%，会赶紧来整修园区，呼吁民众暂时卖伫摆公园。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要在几个整理也有台南甲即个派去的家具，即个废弃物就清出来是超过15000吨，这量等于是7个月的粪扫量。全台南已经有46大集中场是要来拼，所有人乌白等有毒的废弃物，都有民众讲这个粪扫囤遮侪工拢无人来清，那继续拖落去，恐惊会影响卫生。台南市各区的三股里活动中心边仔有设暂时粪扫集中区，即卖遮废弃物囤甲拿山，而且各种废弃物拢总有，根本无分类。附近民众真无奈，在地里长嘛怨叹遮清运的能量分配不平均，公部门对灾区优先顺序认定，或者在灾民面对如苍苍的现况，嘛干那会当有苦往心来吞。从洪台八到近啊，一直蹲到这阵啊，就无奈就只咧等。系啊，无奈啊，系啊。北边是灾区啦，吼，大家即个要复原，吼，灾后复原即个动作，嘛足希望当赶紧来清运，因为即马嘛是拄啊并没有吼，即个滋生源的这个好花期啦，嘛足惊讲吼会引起吼即个天高热的即个爆发。另外一边伫满头区的粪扫集中区，同款有破沟号的砖压蹲压满世界，不过竟然互人发现有民众乌白蛋石面遐，环保局嘛强调，为着要防止乌白蛋，伊嘛陆续先甲粪扫集中场先关起来，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石面遐，爱先家己保护好势，才去公所登记，派人来载。瓦的一个处置啊，它规定一定要先到公所来登记，先前呢要在自家里面先用太空包把它包织好、堆置好，然后到区公所这边登记，由区公所会诊之后给环保局废管科来统一处理。已经有登记了2300多件的这个石棉瓦的清运的一个件数，那我们也不停的加快脚步在清理这些石棉瓦。那这次的风灾，我们已经清理了180吨的这个石棉瓦。临时粪扫集中区出现石面遐，后续就惊产生环境卫生问题。这场风灾过后，环保局已经清运超过平常时7个月量的粪扫，伊完是咧考验政府后续的应变能力。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要来讲，台中有民众伫丰原买巷仔来食，也食了呢，身体煞无爽快，而且有袂少民众拢有即个情形。当受害者是做伙出面，要求店头家爱负责任。民众买烧鸭做暗顿，暗过全家伙啊，是头过走白，怀疑烧鸭有问题。儿子开始第2天开始上吐下泻发烧，到今天早上总共拉了41次。我女儿现在目前就是还在曙丰那边住院中，吊点滴。台中丰原未少人找机关定情，表示要丰原一间烧鸭店的烧鸭了后，都陆续出现肠胃无舒适、发烧这的镜头。这个人拢是伫1到23买烧鸭，推测是食物中毒，要求烧鸭店爱负起责任。没有就诊了嘛，对不对？还是还没有就诊？如果还没有就诊，赶快去就诊。烧鸭店只是透早都袂少退回电话，食安处人员也来加查采样。店头家姓吴负责人表示，伊才开幕3日就拄到安尼状况，会配合调查。若确认甲店头关系，会负起责任。只能说由卫生局来检验出来，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好，我做了6、7年都没有出过问题。台中市食安处表示，这间烧鸭店伫今年6月发生食安问题验出3门细菌，被命令停业。这月底换负责人了后，重新搁开业，搁传出食安记录。目前统计有17个人食烧鸭，16个人身体无舒适。责令业者立即停业，配合调查。那我们会就相关的现场的一个食物、食品容器具，还有它的制成卫生等等的进行稽查以及抽验。食物如果保存不当，容易引起细菌感染，像金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医生指出，这物件若青甲色个无确实分开，或者是保存无好，拢可能产生细菌。食安处表示，检验结果按算2礼拜出来，若验出病原菌，会依照违反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甚至以上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也云林北港有一个查甫人哦，伫刮刮乐店头附近袅袅看啥物？看人咧上当。等人咧上当时呢，甲挂伫乌多摆规地刮刮乐甲现金拢偷摕去，也头家是损失40多万。
离暗头6点外，一个情况是外省的查甫人骑机车按菜馆行外口经过，利用头家的收单时阵，甲挂伫乌托邦顶头的袋仔关下就做伊走。头家讲，内底拢总有1800外张刮刮乐，甲现金2万块，总损失超过40万。我觉得不是临时起意的，是蓄意偷窃的。我真的是当天晚上睡不着，我一直气自己的不小心，造成严重的损失。业者讲，看监视器就知影，这个查甫人按迄天下晡4点外，就这个附近行来行去，利用伊收单时，甲规脚底仔赶走。对本案，警方讲，这个嫌犯偷窃了，因良心不安，继续去派出所投案。在店家尚未到派出所报案前，犯嫌已因良心不安，先至北港派出所投案，当场向警方交付窃得之背包及部分现金及物品。为事后被害人向警方表示，有些物品短少。业者买手清点即届互偷窃的刮刮乐，大概有1850张，不过嫌犯投案时敢若剩600几张，目前还有1200几张唔知走去倒。对此，警方表示讲，犯罪动机甲案情搁咧调查，后续警方会积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4月2日大坝边村2天，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拍拼催票。要全国罢免团体代表这边呢是开记者会，强调讲罢免行动唔是政治操作，是人民依法监督的正当行为。来，院长，我们跟大家挥挥手。伫大坝边只剩2日，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合体立法院长韩国瑜、民进党主席黄国昌、无党籍立委郭金素梅大力催无同意罢免票。高金啊，还有那个黄国昌主席跟韩院长，那他们今天一起，大家都是排出时间一起来陪我，所以信心大增。免投票就特别到前总统蔡文23暗时表态会去投票，表达伊对国民团体感谢。不过发文无讲到大罢免大成功，引起讨论。王宏维委员是打不扁的、压不扁的蔷薇。国民党喊大罢免大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民进党成功要听妈妈的话。全国罢团联合代表也共同开记者会，强调罢免行动不是政党互随势地操作，习近平依法监督，制度自我守护正当行为。今天立法院现在变成打架院，傅昆萁变成唯我独尊的太上皇，中共则是后面的演武者。35+1个罢团的努力，其实我们在见证的是11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的新政治。11年来，我们一起盼望了超越蓝绿的政治力量。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早起是去设置，为党籍立委廖先祥徛路口催无同意罢免票。好，大家加油，一起加油，出门投票，大罢免，大成功。罢免是闹热滚滚，早起真侪民进党立委甲地方年代国民团体共同徛伫街路，力催同意罢免票。记者综合报道。好，大罢免要投票，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国春是告发罢免市卡新的志工，招人耍号就去支持罢免，这又是涉嫌违反刑法，妨害投票正确罪。另外，林国春也告发一个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坐公务车买暗顿，是涉嫌贪污定罪。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滥用公务车公车私用，所谓的 radio 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号召这些人去迁户籍，这个违反选罢法里面还有违反了刑法的部分妨害投票正确罪。林国春告发李进勇坐公务车买暗顿，中选会回应讲，李进勇是下班顺路，并无违反规定。也罢免团体志工涉嫌招人耍号就来支持罢免。林国春认为讲，中选会拢无作为，是已经向检方来告发。好，警方上案今日是搁再开庭，也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是做证人来出庭。伊当场是大声吼，讲家己呢干那主持4摆的道委会会议，刷补甲弄假散摕。法官认为讲伊情绪不稳定，该9月初2才搁予伊出庭。也国问题这边敢会出来投罢免票，伊已经找律师提起行政诉讼，也搁有申请加处分。台
台北地方法院24日再开庭审理叫发声案，提审前台北市长郭文德甲国民党议员杨晓薇，也拿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是伫牵手过身了后，头一届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不能会改变你的自己吗？彭金星无讲话，行入去法院，毋过开庭了后，伊搁在当庭哭出来，表示家己敢若主持世界道委会会议，即马煞是甲破人亡。法官看到彭金星的情绪真激动，一时间是休庭10分钟。虽然彭金星表达已经到庭会尽力作证，但是法官认为伊的情绪明显还未恢复，庭事会出问题，最后决定改做9月初2出庭。补充理由书传给了各个被告之后，都威胁了他们说，假设供词跟侦讯的期间的笔录不一致的话，有可能会面临其他的刑责。7月2日也要罢免投票，约在期下的郭文德也委任律师提起行政诉讼，要告申请给处分来争取投票权。那我们希望今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能够透过公正的裁判，重重的打醒民进党政府。人民的公民权不是可以这样被他们肆意剥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4透早开庭，郭文德律师萧奕宏表示，考虑选务机关甲介护机关的能力，希望当用亲像通信投票方式，投票了后密封交予看守所的人员，再搁转交予台北市选委会。不过选委会甲北所拢指出，这款方式应该有法律的授权，建议法院驳回这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以色列空袭这加沙，国际援助组织就警告讲，加沙可能会有真侪人来饿死。也以色列这边，因的总统是有去拜访加沙，要来推动临时的谈判。美国嘛有派特使要去中东桥，希望讲这个停战协议会当稍有行。伫加沙中部迪尔巴拉，世界卫生组织附近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这款设施互以色列攻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指控以色列军队走入去因工作人员的宿舍，叫妇女甲囡仔离开，甲所有男性工作人员拢扣手铐，甲因身躯顶的衫拢脱掉，也称威胁进行审问。In 2025, WHO has documented 21 deaths related to malnutrition of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Rates of global acute malnutrition exceed 10%. And over 20% of pregnant and breastfeeding women that have been screened are malnourished. 以色列23个空袭造成有民众死亡，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等115个国际慈善甲救助儿童等主要援助组织。伫一张公开会内面讲，因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同事甲所救助的巴勒斯坦人一天一天冷去。会内也指控以色列伫咧援助据点加强严厉限制，并且进行屠杀。说话讲，加沙营养不良甲相关疾病正快速增加，差不多200万人内面有正大部分正伫咧摇巴岛，无物件通食，超过3万个5岁以下的囡仔严重营养不良。目前者卫生官员甲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讲，以色列军队几多遍向要求援助的规定人开枪，造成1000多人死亡。不过以色列讲，因只敢若开枪警告，根本无遐尼侪人死亡。OCHA is no longer a neutral agency. Hundreds of OCHA employees are undergoing security vetting. Key employees will not have their permits renewed following clear evidence of strong affiliation with Hamas. 伫即天，以色列总统赫佐格去加沙推出临时的谈判，除了支持竞选士兵，也强调国际法的保障。而且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为科夫停火谈判的对象战绩也升悬，这显示已经拖几个礼拜较加战绩的谈判，可能会当有进展。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也美国总统川普伫 AI 竞赛高峰会讲，要考虑甲辉达的生产体规来提悬晶片的市场这个竞争力。不过后来发现这是真困难。也即马白宫是公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要落去针对晶片加强出口管制来对抗中国发展 AI。美国总统川普发布美国 AI 行动计划，佮签署3道行政命令。接落来伫白宫主持赢得 AI 竞赛高峰会，川普伫峰会上表示，家己捌想要将辉达拆开，也毋过无了解讲安尼做真困难，而且辉达有真大的领先优势，所有竞争对手爱用几啊年才会当掠会到。America is the country that started the AI race, and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here today to declare that America is going to win it.
川普伫演说中几下摆提到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俄罗伊甲其他科技业领袖对美国的投资。黄仁勋伫台下用大步往比出赞的手势。Because we will not allow any foreign nation to beat us. Our children will not live on a planet controlled by the algorithms. So from this day forward, it'll be 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回答受益伫大型语言模拟等 AI 应用对 AI 硬体的真大需求。本个月较早才做史上头一间期待突破4兆美金的公司，川普23以行政命令落实 AI 行动计划，建议透过强化出口管制来对抗中国 AI 发展，包括伫先进 AI 晶片新增位置验证功能，甲商务部情报机构合作，监控 AI 发展甲执行晶片出口管制。另外，为了应用 AI 资料中心用电量的强大需求，提出稳定电网、推广核能甲地热的能源策略。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联合国国际会议表示讲气候变迁大国家拢应该尽义务，针对安怎防止全球暖化造成危害，国际会议是落去公布法律意见。在荷兰海牙联合国国际会议 ICJ 23公布一份为时代法律意见，因为气候变迁对存亡造成正紧急的威胁。ICJ 法官阁指出，各国有法律义务防止造成的全球暖化污染造成危害。Unanimously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breach by a state of any obligations identified in response to Question A constitute an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 entail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at state. The judges also found that countries who have suffered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countries like Vanuatu, who spearheaded the initiative to bring the advisory opinion to the court, could be entitled to reparations from high-emitting stat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由 ICJ 全体15个法官联合发表的组成意见，佮补充说明，即根据具体情形来处理。若不法行为甲伤害之间存在长久的直接甲确定的因果关系，这份500多页组成意见虽然无法律的约束力，不过有关可能决定世界各国未来气候行动的走向。法律专家指出，这份意见有法律甲政治当中，未来气候案件无法度无重视。This is a victory for our planet, for climate justice, and for the power of young people to make a difference. For small island states, communities in the Pacific, and for young people, an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opinion is a lifeline and an opportunity to protect all that we hold dear and all that we love. 这是 ICJ 史上上大案件，佫被看作是近期系列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措施当中上重要案件。这份组成意见，互一寡国家应针对污染或者是温室气排等气候问题来追究他国责任。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总统罗千迪今日接见索马里兰的访问团，讲到威权阵营继续用新形态来压迫，都来打压台湾甲索马里兰参与国际，希望两边爱加深友好的关系。除了我们双方可以加强伙伴关系，也希望跟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透过3边或多边的合作平台，共同实现索马利兰非红海岸线的战略目标。We also have shared a mutual goal of getting a recognition. I can assure you, Mr. President, that no amount of pressure that can change Somaliland's stand with Taiwan. 索马里兰感谢咱台湾提供协助，期待两边的合作会当愈密，并且挂保证讲，索马里兰甲台湾的关系袂有变卦。来讲，咱台湾也未开放，予中国人来游览数业者呢诈骗变做。伫社群平台讲的使替人办入台证，移民署就抓到一个非法的集团，因一档帮助上百的中国人假做商务来到台湾，这赚的钱是超过500万。伫社群平台一直宣传做伙去台湾，有中国网青制造影片，假讲会当台办1年无限届往回台湾的商务入台证，吸引中国人以商业名义来台佚佗。不过事实上，两岸关港还未全面开放，移民署之前有查到一件假商务交流非法台办集团，拢总18人，透过变做文件等方式，一年协助至少120个中国人来台非法佚佗，估计不法所得超过500万台票。本案由张姓大陆籍旅游业者
招揽境内不肖业者，以伪变造申请文件方式，协助大陆人士非法来台，并从中谋取高于官方规费60倍之暴利。专家队表示，社群小红书有不少教学文章，指导中国民众用假的商务活动来台湾，不法的业者协助伫台湾找龙头公司做邀请单位，搁互中国人假造是商务人士非法来台。真正嘛发生一个中国盲情，好亲像嘛是用假商务名义申请来台，伫汉光41号演习期间自由行宽台，伊的直播影片包括汉光草演的敏感区域。叫外界日期有国安的记录。近期也发现有这个中国的所谓网红随着汉光演习的这个不同科目跟地点进行拍摄，那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安全。移民署讲，中国人来台湾做专业加商务活动交流，必须透过邀请单位线顶代替申请，先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审查身份资格符合规定，而且必要性了后，才可由移民署查核。去年2024年，拢总有13000多人，因为发现各样客人拒绝入境。未来原来会伫审查方式甲处分这3方面强化管理。记者采访报道。也讲到观光哦，观光署长陈玉秀今日是去立法院质询，针对观光客来台湾一档1000万人次的这个目标，伊讲挑战有影是真大，不过若要达到900万人次，应该是无问题。国员就任加州头一位非公务体系出身的观光署长陈玉秀早起，头一摆去立法院报告，就半年根据移民署入境资料，来台旅客突破41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成长10%，来台市场结果以东北亚城南向，甲其他市场各占大约30%多。有多少是旅客？有多少是可能是移工？有多少是相关的人员？统计方式呢是跟全球一致的哦，所以标准上面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计算方式。是，所以说它里面419不是全都是旅客嘛？这你也承认嘛？是我们恢复那么慢，这个不能拿来说嘴了。对关心观光旅游的业者跟国人来说是无法交代的，还是要朝1000万前进。不过我们也知道说，今年确实碰到的挑战还是非常的多。观光署表示，今年又按以1000万旅客来台为目标努力，900万达标应该无问题。另外，两岸观光有继续加对话交流，不过就是爱配合相关规定办理。今年也有几十万旅客透过第三地还是其他专案方式来台。国内旅游部分虽然去年旅出2.2亿，不过7.5%是当日来回。交通部长陈世凯讲，旅宿业状况确实不好。现在旅宿业状况确实不好，所以我们会透过活动的方式，或者是更深度旅游的旅程，跟地方政府来结合，让大家愿意留在那个地方，不要只有几个小时，而是1天2天。交通部表示，国旅有轻旅行、当日来回的趋势，确实冲击旅宿业，所以会由观光署规划主题旅游，和区域分流，增进旅客过暝，留宿社会的观光经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世大运比赛中间哦，中国是直甲咱台湾起无空。自咱台湾的倒球查甫团体拍赢中国，摕到金牌了后，中国就去甲主办单位抗议，佮要求甲咱的国旗摕落来，甚至抢咱台军队选手的祝贺电报。今天晚上，跆拳道对打我国男子团体，再度获得银牌，中国队又再次前来抢夺我们的贺电。我在这里严厉的谴责中国队这么不明的犯罪行为。德国是民主自由国家，颁发贺电给我们自己的选手，与喊台湾加油对我们自己选手的支持，完全不是奥会模式的范围。中国队，请勿再将奥会模式无限上纲，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当面抢咱台湾选手的电报，中国唔拿抗议咱伫比赛现场喊台湾加油是违规，佮甲主办单位施压力，要求甲台湾的国旗摕掉。针对中国的行为，咱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大力谴责，表示这种行为违背运动家的精神。来讲，高雄大树河山供电厂因为违法施工，去互市府处罚地检署来侦办。也今麦检调室认为讲，业者甲技术的罪嫌重大，是向法院申请羁押，暂2人需要禁见。高雄大树河山供电厂2期工程6月中，互市府下令停工，同时将水土破坏的情形，而且交头地检署侦办。经过5个月追查，检调第2日发动敲催，传相关的被告证人到案说明，因为涉任的业者甲涉案的技术罪嫌重大，而且还有交结篡强的纪律。检控23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另外还有3名员工也分别10万甲8万交保候团。被告林某、吴某等2人涉犯违反山坡地保育条例及
水土保持法第33条，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本府的一贯立场就是支持严惩严办，后续都会持续严格监督业者完成2期水保工程改善措施，恢复直升。业者丰收后，里长讲日因都听到风声。不过对地方来讲，上要紧的也是这片山坪的安全。进前市府要求业者在7月23进前，爱把这如甲光光的山坪恢复原貌。不过1个月过去啊，恢复的进度也是真有限。就连涂骹这草啊，嘛是地方建议用这好种好活高生团的牧草，才有通看到淡薄青青。里长讲，市府限的时间到啊，才做安尼。即摆业者搁丰收啊，因正烦恼这片山坪会风放光。这就是阮里面上担忧的一点，因为头家既然你用掠去，伊就无法度人施工，啊，无人施工，你政府有你的看法，啊，你的做法啦，有里面有一个心理安抚下来啊。水利局表示，因为之前有拄到风台大雨，所以业者有申请将工程延期到8月70。市府会持续监督业者的进度，确保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邝亚茹、邱朝阳、高永昌报道。也新竹市伫花德福实验学校学到建筑废弃物，经过确认是甲新竹棒球场共一个施工的厂商。当市府是继续学，发现内底有厂商过去做各种工程的资料。市府昨是去到新竹地检署对厂商提出刑事告发。下面这一层就都是包括木板啊、砖块啊等等。提出伫花德福实验学校的校园内底挖到废弃物相片，就讲这施工单位竟然甲新竹棒球场是同一个厂商，而且搁伫内底挖到厂商过去捌做过其他学校的工程相关文件。新竹市府拜三向新竹地检署对厂商提起刑事告诉。废弃物中含有新竹市玉贤国中任教老师的旧有文件，市府高度怀疑华德福学校草皮下土层的废弃物来自于聚家营造。市府7月23日进行刑事告发，并将追究到底。当初呢，这个玉贤国中的工程也是聚家营造所承揽的，华德福也是聚家营造所承揽的，甚至我们12亿的棒球场也是我们聚家所承揽的。那这么多聚家所承揽的这个工程当中呢，为什么呢？他们都有这么多的营建废弃物埋在地底下？针对提告，民进党新竹市议会党团指出，市府本地地当依照契约要求厂商改善棒球场。批评市府只是在做政治操作行为。那如果说厂商真的是有违法的情事，第一时间送检调之外，那市政府应该就要提出相关的研议的办法来做这个后续的改善。但是高虹安对这个新竹棒球场自始至终到至今都一直在拖延。新竹地检署表示，目前已经指挥调查局等等单位共同侦办，等调查了会公开说明调查结果，对任何违法的代志一定会依法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宜兰县府统计讲这3档猫狗去互放杀去的是愈来愈多，也为着要解决问题，县府决定讲要甲流浪动物收容的费用上济提悬到4000块。贵宾狗哭去已经13岁，却因为主人的亲人反对，就互人放杀。好关伫笼仔内底哭去，即马看到人就是拍的，无啥互动。伫宜兰县流浪动物中度之家，最近几年和哭去同款遭遇的猫仔狗仔是愈来愈多。中度之家互人放杀的猫仔，有的年岁已经到20岁。根据县府的统计，即寡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平均留伫中度之家的时间大约是60天。有的是破病过世，有的是幸运防认养。若统计最近3年，宜兰县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的数量，2021年有209只，2023年有223只，去年是254只，有单年增加的趋势。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饲料人工的成本大幅增加。那再加上，因为后来零扑杀的关系，动物收容的天数都有持续的增加。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愈来愈多，收容的成本也增加。县府修订流浪动物中度之家收钱的标准，甲放杀唔饲的规费对2000提悬到4000块，估计乡民是对1000块提悬到2000，而且按照规定，放杀唔饲的人，拢爱上动物保护的讲师，袂当个认养动物。所以呢，应该要从根本上的做起，从无论是领养或是购买。你本身你就要做好饲主领养前或认养前的教育。
不过有动保人士认为讲，提管规费爱谨慎，需要配合加强生命教育课程等宣导，增加主人的责任感，才会当避免违法误饲的情形增加。也建议放杀误饲的规费应该分级，针对弱势族群、无同种类的动物，放杀误饲无同的原因，互因辅导，各有无同款的收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台师大脚球队逼学生抽回换学分一案学校表示讲，伊会做出符合社会期待决议。这结果按算明仔载会来公布。立法院为权会展开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公听会，台师大 IRB 主委陈学志讲，女子脚球抽回案的计划申请内容甲实际执行有差，只能靠书面的查核无一定正确。在主持人的计划书里面也是有写说要聘请有执照且有抽血经验之护理人员进行抽血。根据他的计划书里面，他写他的研究对象是招募大专足球及一级木男企业联赛的现役选手，也没有讲台师大的女足队。参加的专家学者拢提出建议，伊即回讲，若是即种非医疗研究，目前是无明确的规范会用的管。立委认为，若是有抽血即种侵略性的检查，应该比较医疗机构来审查。医师专利会是表示，研究计划每一个部分都应该保障接受测试的人的权益。其实这个研究计划如果有问题，不管从 IRB 开始还是在执行中有问题，毒树上长出了毒苹果是不可以用的。体育署被处理注销周大英的教练证，照停书，中华脚球协会就要先开纪律委员会。23下昼脚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了后，即日以声明公布审议结果，注销周大英现在持有的教练证，而且这些人拢未当搁再申请教练资格检定，也因为霸凌案拢未当搁再参加脚球事务。我的错，还是希望球员能够原谅我。教练证对我来讲 OK 的，那我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还会继续从事这样一个的足球运动，只要有机会。协助这件案件立委陈培武甲人本基金会讲，这边是重建体育文化甲体育训练相关权益甲伦理的机会。如果当一些选手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或是把举发者当吹哨者当成是一个破坏我们体制或破坏我们文化的人，就表示这个病很严重咯。台师大伫23尾暗时阵开院告评会，并且讲已经做出符合社会期待决议，将会移送到校告评会，25公布审议的最终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大考中心审议分科测验违规的事项，其中上侪是讲无查有效的证件，另外，还有200多个学生无照规定伫考试馆内签名，也这2项违规，拢会封考1级。伫回答卷顶头写辛苦了，各画一个笑面图，艺术分科测验有91件伫个回答区写含答案无关的字，也是画图，违反伫回答卷写答案的相关规定。那下一个是最可惜的，好，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但他增加了一个图形吧，还是符号，好，总而言之是跟答案没有关系的，这就扣了。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决议。91件违规拢扣迄科1几分。另外，今年考区提报违反市场规则拢总124件，比113年减2件。上侪是无查有效证件49件。若手机也无完全关机，也是插入去的物件有声音，拢总有43件。另外，无伫确定了考生签名的所在签名有205件，比去年加28件。若有一个考生考数学的时阵，探头看手机顶头的时间，委员在讨论的时阵。是参考113甲114数学测的处理。因为他说看时间，但是，这个难以确认。好，是不是我们就是比较不予计分？各位委员 OK 吗？好。大考中心表示讲，今年受理甲回复试题也是参考反映的意见，拢总收到49件36题的内涵，以公民甲社会14件在语题上侪，其中历史科第14题，因为题目内底不成这个词无够周字。关系这题所有倒考的考生拢有分数。若3.9万的考生的成绩甲各科5票的统计，会伫个29公布。记者综合报道。
百工百业拢有专业的台语词，即讲法咯。也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就宣布讲哦，台语工艺数科网站是正式上线，也只有收录7200组甲工艺有关系的台语词。这台语词呢，会当听到发音，嘛有对应的图会当来看，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数科甲台语，这关系工艺知识继续甲传承落去。空头。空头是做花仔时阵用来勒空的家私，运用思考就通知影各种工艺台语安怎讲。这是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建立的台语工艺思考第23正式上线。中心伫2年前委托台湾工艺联名总会去找工艺师收资料，无论是工具、技法的发音、表音，伫思考内底拢有。咱甲收集的物件吼，咱用录音、录影变来了。工艺中心才有派咱的台语的心家委员，针对内底每一句吼，一句来起来做检验。这未来咱来增加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就讲少年人，是讲较中年人会较了解讲这个物件是要哪讲，咱去慢慢去增加。有查到一寡咱较早毋知影一寡语词，比如讲这个笑风，阮拢毋知影较早去咧茶顶管这个风。伊是爱笑的。思考拢总收1200组台语词，包括做花仔、木工也是金工等等，有11类。工艺中心嘛指出，老一辈的工艺师傅真侪拢讲台语，少年人若听无，就会影响到传承。另外嘛推出思考的实体展览，要互民众更较了解工艺材料甲技法。咱遮的老一辈的遮工艺人，伊遮智慧，因所有使用的拢总是台语。咱即届展览呢，除了用现场一寡工具艺术的这个展览之外，咱现场佫有 AVR， 要来互大家去体验咱工夫人所展现所有的成果，会当伫现场嘛当感受得到。工艺中心表示，线顶思考嘛将结合影音、AI 这款数位科技，可以通应用伫教学、甲展览等等。未来嘛有拍算佫增加例句，互民众佫较了解使用情景。记者辛怡南投报道。也中华鹿港遮呢有地方团体办课程，来教民众翕电影片用台语介绍文化，只要毋来当行销在地嘛，达到即个推广台语的目的。摕手机录影，访问店头家是安怎落地啊？伫鹿港是讲通几啊？中华鹿港有地方创新团体办课程，教民众用台语翕影片了解地方，相袂少对台语甲地方文化有兴趣的少年辈来参加。我对台语嘛是有一份感情。这门课老师就是教阮讲要安怎用电影片来创作，在这届的机会来去甲这个故事甲传落去。本身就对地方也有文化创新就有兴趣的，所以来遮有学习到足侪物件，甲未来有。找头路就有关系。我是彰化人，点解伫个台中咧做工课，有淡薄仔想要回去家己的家乡，所以看到这个工作坊，想要来遮听大家分享。网络影片的收看习惯一直在改变，即阵1分钟左右的短影音进行。主办单位表示，短短时间内要安怎成人目，影片的内容节奏就真要紧，尤其若用地方文化做主题，台语就是真重要的传播媒介。咱时间可能上长是1分钟尔，要来这个这长的故事用1分钟的时间来讲得了，这是嘛是一个真困难真有挑战的所在。进前的产业调查的时阵，因为咱访问拢是看老文的。老前辈，因咧传达这种故事的时阵，拢是用台语甲咱讲的，所以感觉第一部分是因为这故事拢发生伫在地，背后就看智慧拢是用台语咧传承的，所以阮感觉用台语较会当原本的艺术来表达。主办单位表示，因咧做地方文化调查的时阵，发现有不少基佬拢是用台语咧传承，所以特别安排用全台语落去教课甲翕影片。除了互民众了解目前网络短影片的趋势，透过影片行销地方文化，嘛达到推广台语的目的。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台湾红仔册类型真侪哦，像讲多元性别、像讲本土文化，这个创作呢是受到国际肯定。文青即马就讲哦，未来会投入愈侪资源，互台湾的创意传去到全世界。
台湾红茶地在多元国丰富，亲像是多元性别的 day off， 结合本土信仰的基因，甚至是融合台湾历史的一流历史男人椅岛，拢有真侪卖种。有民众表示，台湾因为创作自由，红茶有真侪题材。有民众讲，伊上介意充满本土特色的红茶。就是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日漫，我想要知道台湾是不是有自己的漫画。然后那时候有发现，台湾的漫画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丰富多元。台湾小吃之类的，或是当地那个比较像台湾味的风景之类的。为着要让愈侪人接触台湾的红茶。文策院特别伫红茶博览会设立台湾漫画馆，嘛推出真侪活动，要让民众了解台湾作品迷人的所在。文策院指出，台湾红茶这几年摕到真侪国际奖项，作品的版权嘛销去真侪国家。接下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跨国合作的机会，那包括说我们有台湾文策院有投资的公司在跟日本这方面去做动画的一个的制作委员会合作的情况下，另外也有一些国际合制的漫画，我们跟日本跟韩国都有一些合作要展开。文策院嘛讲，台湾的红茶若是要让产业链更较完整，要打破即马用个人力量拍拼的方式，该用团队合作建立工作室来经营。文策院表示，有规划继续投入资源，销往世界，推动国际合作，让台湾红茶发展愈来愈好。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下半部的气温，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8度至32度，中部地区30度至36度，南部这边30度至34度，南部地区28度至33度。大岛地区29度至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曹武欣，明仔载讲这时间再会。